色袋中有50元硬币3个，10元硬币2个，金字袋中任取2个，每个硬币被取出的几率相等，试求金额期望值。总共有5个硬币，取2个。那我们可以分成50元2个，50元1个，10元1个，以及10元2个。50元2个的话，C32乘以100，再加上 C31、C21乘以60，再加上 C22乘以20，分母算出来是10。分子的话，300加360加20等于68，所以期望值是68。